哦，小米，你红没水准呢？做什么说台语？讲台语介高尚啊，你敢唔知影？我才不要说台语呢！台语是没水准的人才会说的话。哦，阿飘，人讲无水准，你就对咧发无水准，安尼就无酷啊啦！啊？什么？没酷？你是说我训掉了吗？啊哈哈，嘛毋是讲安尼就少肉骹啦，啊毋过你拢甲人讲相像诶话，哎，就无特别啦。可是我有去补习英文哦。I can speak in English。哎哟，英语我嘛会晓啊。Everyone speaks English， 你想，全世界几啊亿人咧讲英语呢？讲英语哪有啥物好特别啦？我训掉了。小米，你教我怎么样可以像你一样酷，好不好？哎哟，阿飘，你免烦恼啦，咱就讲咱家己诶话，迄就是上酷诶表现啦。你看，香港人来遮拢讲广东话呢，啊，英国人、美国人拢讲英语，咱台湾人就做咱大大甲讲台语。小米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若讲台语，我嘛变甲足酷诶，对无？哈哈，阿飘，规张好，无错啦。